曾经被票选为台湾10大观光小城的宜兰礁溪，土地肥沃，水资源丰沛，是观光旅游的好地方。这次怡杰跟我带着茉莉还有呱呱来礁溪接受大自然的洗礼。平常就爱露养的我们，这次决定要找个好玩的露营区放空一下。今天晚上是那边吗？这边，这间。哦，几号？哇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带你们上来，跟你们介绍里面有什么设施好吗？对呀。这不是晚上。哇，好棒哦！开吃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东西放好以后呢，可以到外面的皮桶去冰哎，那边有好多的鱼，我们有鱼饲料做的让你们叠皮桶可以冰哎，小孩子那边还可以划船。感觉起来迫不及待哦！对呀，行李放下来，立刻出发。走。现在露养真的好方便，不用自己搭帐篷，就可以有帐篷住宿的氛围。而且露养之余，还能够跟大自然零距离互动，湖光山色美不胜收。特别的是，在宜兰不止风景优美，还可以让2个宝贝好好放电。2个宝贝，你看水池里面有好多什么？有好多米哎，对不对？有几条米哎，算得出来吗？100条越来越多了。我们会不会被鱼吃掉啊？700条。我觉得你们快把鱼打昏了。看看茉莉跟呱呱奋力划着小船的模样，认真又可爱。我们一边划着船，一边赏景，相当惬意。而这样悠闲的时光还没完，地笔筒有许多鱼儿悠游跟我们招手，让我们也忍不住停下脚步。地笔筒令哎，让鱼儿可以吃小点心。妈咪，我最喜欢地笔筒冰哎。对呀，我也觉得你应该。你就跑到那边去了。那你觉得喂鱼好不好玩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地笔筒冰哎，好好玩哦。真的，那就都给你吧。好多鱼，对不对？好多鱼。都跑来了。对呀。妈咪，我们这2天好充实哦。对呀，有好多好玩的活动。你记得有玩什么吗？记得啊，地笔筒冰。